台湾的高屏鸚是量要绝种的鸟仔。去年的2月，有民众伫卖了落水溪出海口抢救一只互网仔颠掉的高屏鸚。林业署嘛证实讲，这是消失几十冬的高屏鸚，即马搁再出现。高屏鸚飞咧西大桥边，被研究团队领记录落来，佮透过自动录音机收集环境声源方式监测，发现为落水溪下游到出海口，拢有高屏鸚频繁活动的地区。本分署最新的生态调查，掌握濒危鸟种草鸮的出现位置，证实除了南部地区，中部地区也是数量稀少的草鸮活动范围。林业署表示，濒危保育类的高屏鸚过去活动分布包括台南、高雄、金门溪和高屏溪沿线，嘛是唯一会在地面繁殖鸟头鸟，全台湾剩500只。进前在中部地区有少数记录，但无定看。去年2月份。有民众在卖了出海口抢救到一只，当地生态协会嘛陆续发现高屏鸚的踪迹。透过我们几年的努力，然后让这种保育类的草鸮不断的有机会在我们这个地方来富裕。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针对好不容易能够保留下来的台湾草鸮，能够有更加的珍惜。林业署南投分署表示。这次调查确认高屏鸚暌违数十年后，再度出现在落水溪流入活动。但高屏鸚的保育、面临环境的变迁、农药使用、栖息地破坏以及流浪狗的威胁等问题，未来各结合各方资源，维护营造更加侪友善野生动物栖息的环境。公司新闻王伟雄为您报道。